主任骨頭斷咗，識得埋口；皮膚爛咗，識得生返。點解隻牙壞咗就唔識自己生好返呢？我應唔應該話俾佢知，牙齒本身其實係身體入邊最難自我修復嘅組織之一。一旦智牙出現咗實質性嘅缺損，例如蛀牙、磨蝕或者裂咗，係絕對唔會自己生返好嘅。呢個亦都係點解牙醫成日強調一定要重視牙齒問題嘅預防。其實最核心嘅原因係牙釉質本身係非細胞結構，冇再生能力。牙齒壞咗之後嘅損傷係不可逆嘅。咁再礦化又係咩一回事呢？牙釉質表面確實有脫礦嘅講法，口腔入邊嘅細菌新陳代謝會產生酸性物質，呢啲酸性物質會溶解牙釉質最外層嘅鈣同磷酸鹽，呢個就係蛀牙嘅第一步。但係一旦形成肉眼見到嘅小洞，就冇辦法透過再礦化去修復噶啦，就好似牆身甩咗啲灰可以補。但如果入邊嘅磚同水泥都甩埋，咁就只能重新修補過。唉，算啦，我仲係話俾佢知啦。